先来做客慢嘢来了，今日咧来宾咧伊系对推动成功来哦，我哋也节目嗰时候对推动来嘅哦，伊系行业，唔过伊系做嘅事情，就蛮匹配，同音乐啊，同地方创生，同菜体嘅文化观光嘅推广，如果有关很难定义嘅一个人吼，伊系钟飞君、黄雅飞君，大家好，我哋都有。同人家观众朋友讲，你是从台东成功来，哎是，哈，你喺从细就喺成功台，嘿，哈，是，唔过喺咪阿公，喺对屏东，流水，哦对流水，我说阿公是推入赛都成功诶，对，带10岁的爸爸啊，爸爸是谁推都成功，对对对，哇，所以你就是成功，出生都胎都在成，是。然后你很特别是同给家乡成功跟连接非常深，然后你更加可以做的事情，每同家乡非常有关，很是成功。我不确定我有没有去过哎，所以也会很好奇。真的吗？可是我跟一般人讲说他在三仙台的旁边，很多人就会说哦，我去过三仙台哦，有去过吗？不确定。真的，有可能小时候晚些可能有去过。不过成功一般没太敢因比给观光来体谅。然后但是你现在在做的就是用不太敢用某用给防身。对，你是成功，是。今日过难得的机会有看到飞卷哈，原来没有用飞卷的一条小物，好，你是他的故事非常特别哦，哈，原来都讲出日本人来提方，对于飞卷来讲，从有嘅我品系嘛嘅，底部有嘛嘅故事，哦，一种专辑。系咪？这是专辑，我都秋叶云手机。专辑名称就叫《秋叶云小姐收》哦。秋叶云就是阿梅，你跟妈妈，嘿，阿东会有怎么会诞生这么特别一种专辑？这个是我们的第3张音乐专辑。那它是来自于就是10年前我妈妈癌症过世，然后呢，身为女儿当然就很不舍，然后就很想要从她身边的旧物去看看还有没有妈妈的味道。所以就在她的衣柜里面就找到了300多封的情书。那这个情书是在300多封，你以前完全以前都不知道，以前小时候略读过一次，然后后来被妈妈发现，就再也就没有看到这一大批的。妈妈就不宽，对不让你看，对，我们会害羞，会是妈妈会生气，小孩子看什么看，他就收起来。结果妈妈过世之后，然后我在她的衣橱的深处，就发觉奶阿爸1962到1965写了300多封的情书给他，3年写了300多封，等于1年要100封以上。对，所以因为爸爸那个时候的工作是在成功镇公所，所以我就跟女儿就把这300多封那个情书就慢慢的细读了之后，我很想要把爸爸妈妈的这一对恋人当时怎么样追求，后来的过程，就是做一个记录，身为女儿的一种心意。所以就把这300多封情书去把它解读，然后消化之后，做了一张属于他们父母的青春爱情故事的一个致敬的一个礼物。然后因为爸爸那个时候都是从成功镇公所发信秋叶云小姐收，那就觉得那这个就是最棒的一个主题，就是以爸爸的书信内容再去做再次的创作，然后等于他的孙女跟女儿献给他在天上的礼物。因为亚种专辑其实黑制作你是制作人，对，没错。主优黑莫耶，对，我们的每一张作品旋律都是我的女儿，然后如果是歌词的部分或者是里面的散文部分，然后还有整个的定调、制作、发行，就是由我来负责。但是观众朋友有印象的话，2年前也看事情，还有变做新闻哈。对，而且还有一个字体是叫爱情体，就会对爸爸妈妈也个故事是发展出来。对，我变做一张实体，如果诗有拉动，字要够多，才能变成一个，对，它能够造字，符合造字的一个基本条件。所以那时候华康他们在造字之后，他们就开玩笑跟我说：“
还好你爸爸都不会只有写我爱你我想你，他说你爸爸其实书信比较像家书，他会问候妈妈，就是什么大嫂什么时候生小孩啊，然后你是不就是是很日常对对，其实比较像是问候语。然后就说我阿公啊，养了一只猪，已经很肥了啊，看我妈妈什么时候来成功玩啊，要卤猪脚啊，杀猪给他吃，就是这种琐碎的日常。对，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可爱。那也因为可能爸爸就是多方面的创造他的想念也好，关怀也好，所以那个质量就够多，所以就符合造字的一个基础。我睇拍到，刚才我來看天意行對於飛魚來講重要。第一個如果感覺要對一般人會遇到的很不一樣，對不對？一個很會寫，这边有爸爸的字呢，你要不要看看？哎，好哎，这里，这个是爸爸哦，哎，難怪你很容易得裝真獎。对，因为我喜歡把故事梳理得很細緻。我的小情人，对呀，難怪媽媽會不要讓你看。对，哦，爸爸是過獎呢。对呀，我们阿公他说，家族好像在恩格是有开过私塾，所以是读书人。阿公的字也很漂亮。我们客家人的字都应该不错吧？我觉得，都很因为客家人很鼓励孩子读书。哇，竟然可以看到爸爸写给妈妈的情书，这个几率很低。然后我刚刚抽到的也是一个，又是一个关于好像颇有历史的一个东西。对啊，这个40几年，也个黑亮诶，亮诶，黑亮诶铃铛，也还有也头头那模样，对，丑模。所以我小时候是留长发，这是你小时候的东西，对，留到现在，对。也很带来耶，这个是妈妈那时候我有一个在高雄的阿姨，然后那时候她会跑单帮，以前没有百货公司，所以她会跑单帮，然后拿一些洋货回来，百货公司舶来品，所以那时候跑日本、韩国2个地方，那妈妈跟阿姨去玩，然后某一年她就带这个回来送我。你怎么会到现在还留着？我觉得我对于细致的东西、有情感的连结的东西，我都还蛮珍惜的。对，也给草帽有黑不用哈，又有这个就是也是大概我10岁的时候，那个暑假回那个外婆家，在龙泉，屏东龙泉。那我记得就是刚好假期要收起来的时候，爸爸开车来接我们，然后我们有在百货公司、百货行吧，那时候逛了一下，我就看到橱窗有这一对法式，然后我就很想要，然后妈妈那时候就觉得哇很贵。因为那个看起来就是手工，就是舶来品，对，然后那个老板娘我记得很清楚，她就说这个很少哦，这个都是手工，所以妈妈就很犹豫，因为真的不便宜。那我又爱不释手，后来爸爸就停好车走进来，他看一看，他就说你真的喜欢吗？我说我喜欢，他就买了给我，所以我就一直珍藏到现在。刚过完岁，爸爸妈妈会想，他们很疼你。我觉得爸爸妈妈对我们3个孩子都非常注重，就是会，尤其是我妈妈，她就是一个真的是充满爱心，然后为我们会料理3餐的妈妈。韩国人本身就可是好钢琴，对，从小开始学钢琴，学电子琴、钢琴都有，就一路学到大。对，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爸本来在地政工所，但是后来他看到大概民国62年。那个时候我们成功镇整个渔业兴盛，而且价格很好，就是出海捕鱼的这些渔船回来都满载，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阿公生了10个孩子，然后他老大，他就很想要帮家里的忙，所以他就觉得一直靠公务员的工作是没有办法脱离这种比较贫穷的生活，所以他就在民国62年就投资了他第一艘标旗渔船。对，就因为这样，然后那个标旗渔船也很神奇，就因为也捞到一具水流失，然后爸爸又交代船长说，我们就把它安葬。然后根据那个船长说，后来这个幸福号爸爸这一艘船，从此以后每次出海回来，他都满载，就好像有一个看不到的手在帮他赶鱼。然后就是
价格又好，量又大，所以我爸爸全盛时期的时候，他拥有了32艘的标旗渔船，就真的是脱离了他就是想要白手起家，就完成了他这个梦想。那我们当然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可以受到很好的一个教育，嘿，所以才那个时候才有能力供应我们去学琴，甚至到都市去。还要舟车往返，这样他都愿意。我睇拍的故事呢，好名家错破。嗰度看天上方飛卷帶來重要嘅物品，跟他生黑馬嘅。哇，你每一個都可以，那個故事的那個都歷歷在目。對啊，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對我都有啟發。後來我現在回溯，所以我真的是為節目帶來，我真的是覺得是在我生命的每一個重要的階段，然後這些它會喚醒我很多記憶跟情感。對。沙後一個你的有迄目標的東西，也係金咩啊？金，對，金子，它是一個高音譜記號。對，跟你學音樂就鐵定有關。對啊。不過也係奈來嘅賣藝術。他是當時我的男朋友，就是我現在的先生送我的。很特別，他竟然會送你這個？對啊，其實我也很驚訝，因為我覺得他是看起來是有點木訥的人，可後來我發覺他是悶騷型的。韓國人其實蠻特別的緣分，對，就係國中，對，就認識嘢，對，以前嘅物理老師，對，他師大物理系畢業就分發來我們成功鎮，然後在國三的時候他教過我，但是畢業後就沒有聯絡了，對，就是，但是就是在我讀高中的某一個夏天，我們偶爾會有信件的問候，很單純的問候，他就跟我說他買了一台同事賣給他的2手電子琴，然後因為他本身會彈吉他，他在師大的時候，他說是一個他的同學香港人教他的，所以他就同事那時候想說，這個琴他不用，他就把它買來，他就開始去問我一些關於音樂跟和弦的問題，他就問我說，如果有機會的話，願不願意教他？所以後來我就又變成了他的電子琴老師，一直到這裡其實都是很一般的。對啊，當然，一般師生。而且那時候我也有我喜歡的人，他也有，應該是這樣。哇，姑說，你的故事真的很有趣啦，豐富，但是都發生在成功小鎮，我覺得比較特別。好過，對。所以你睇人哋一般會講過，你都睇安尼過順鋪嘅上下台嘅，不會有什麼故事，不會哦。以為你的故事非常豐富，也是因為你有那麼豐富的故事應該是不會過上愛還有應該是說我自己可能從小也對很多事情有很強烈的那種感受力，對，感受力，所以我會好像別人覺得平淡無奇的人事物，可在我眼裡好像都是珍珠，會閃閃發亮。然後我覺得它有點呼應我現在在做的地方創生的這樣的一個角色。我哋一步一步要學過了解人家飛卷去做的事情，我哋第一下呢，要繼續愛用飛卷帶來嘅物品來講以無窮用的故事，解釋下查。所以我們就自己就很高興，第一天去滿滿的錢，第二天也是，但是後來警察就出現了，他就說你們是外國人，怎麼沒有經過申請，居然在這邊街頭賣藝，這樣那是需要申請的。現在做客萬年來了，今日來坐了誒，總飛卷也係對推動成功來哈，好多假使冇看到前一段，一定會多轉去看哈，非常豐富嘅故事，而且有點就是因為時間有限，希望吼每項東西飛卷來還可以講韓國多過奇妙嘅素材，我哋聽一點，可能也傾向用飛卷帶來嘅物品來講，當然聽啲都寫。這個個上年注意嘅，一定要用到嘅，不過也唔係台幣呢。它不是，也係那些錢啊。它是澳幣，澳洲的澳幣。對。等於蘆葦在5歲的時候，蘆葦對20幾年前的澳幣。農會以前嘅圖書，應該是說，因為我女兒蘆葦，她1、2歲就會彈琴，然後3歲就會作曲。那15歲，他就幫我們國片寫了配樂，所以身為他的媽媽，就是開始在想說，我應該要怎麼去把他帶好。1、2歲
第一摆弹钢琴，你还记得吗？有学就有他有3岁在 YouTube 那个网络有一个导演，就是觉得太惊讶，有把他放在那个网络上。那个会弹琴是什么意思啊？是真的很会弹琴啊！他听过的每首歌他都会弹琴，还会转调，还会节奏，还会改变。他1、2岁就会了。哦，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是一个钢琴老师的时候，怎么发现他的才能是，就是我后来发觉他只要学生一离开，他马上就可以上去把刚刚前一个学生弹的所有的那5本教本或者是就弹出来哦，然后还会移调，然后还会变节奏。然后我每次开音乐发表会，他也会排队等着要表演。可是他其实是一个不会看谱的孩子，但是他有绝对跟相对音感，所以他听过的任何的，好像对他来讲都好像那个玩具，吃着奶嘴的时候，他就开始弹了。那到3岁的时候，刚好有朋友来家里，就刚好看他弹琴，就觉得非常有趣，就帮他录了，就还好那个有录下来，就变成真的是证明他真的3岁就会弹琴。那所以后来15岁我就把他送到欧洲去念书。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因为毕竟我不是受音乐那个所谓的特殊教育，如果假设芦苇是一个天才，他是必须要有就是做特殊教育的老师来带他，就是不是一般的钢琴老师或音乐老师。但那时候其实我们有找过一些教授，他也觉得芦苇真的是很有天分的孩子，那曾经建议我们把他就送到美国。但我们就想一想，爸爸在教书，那我也是一个钢琴老师，他这么小的时候，如果我把他带去美国，他就势必要离开爸爸，还有他阿公啊，像我妈妈、外婆之类的这些家人。那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讲，好像也有点残忍。更何况，我觉得我不能在他还没有办法做决定的时候，帮他做了这么重要的人生决定。你未来就是只能走音乐的路，但是我试着还是突破，就是还是要让他能够得到一些不一样的养分。那所以很有趣，是刚好就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在他5岁的时候，刚好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讯息，就是可以让我们这些就是在线的钢琴老师可以到澳洲，有一个维多利亚音乐学院去念那个音乐教育的课程。那我就很高兴，我就觉得那我也可以借着这个课程，然后也把芦苇夹带过去。唔免去读书啊，我也没可以接受。对对对，看是不是能够有不一样的刺激。所以这个学校因为在墨尔本也蛮有名的，那我们连续去了4年。那在行前我就帮他找了，像有一个叫拿哈马的犹太人的一个音乐老师，他在澳洲就有一个管弦乐团儿童的，他专门在教天才儿童。对对对，还有钢琴啊，还有小提琴老师。然后我就安排好，所以我上课他也上课。然后呢，假日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逛百货公司。那因为那时候他就很会拉小提琴的，4、5岁的时候，他也有带那把琴，因为他去上课。那我就带着他，就在那个他们的一个很大的，不知道是 David Jones 还是我不太记得那个百货公司，因为也很久，就在门口就把琴盒打开，然后就让他在那边拉琴。你知道多少澳洲人就觉得太惊讶，这个小朋友怎么这么会拉？然后他也会拉西洋的，也会拉望春风啊、民谣啊，因为在家他就很喜欢听各类的歌曲，然后就投好多钱给他，甚至还有人写了一个纸条，就用英文写说，这个孩子很有天分，你不要让他在外面街头这样子，有点像流浪，你知道？他说，你如果需要，我帮你介绍某个大学的教授，然后你拿着我的信函去找这个教授，就很可爱。然后，所以我们就自己就很高兴，第1天去满满的钱，第2天也是。但是后来警察就出现了，他就说你们是外国人，怎么没有经过申请，就居然在这边街头卖艺，这样那是需要申请的。然后我们就假装都听不懂，然后就赶快把琴盒盖起来，然后就赶快离开。然后这个就一直保留到现在，所以我都跟芦苇说，这个是你人生的第1桶金，很重要。所以妈妈，所以这个是他搞漏给钱哦。对对啊，钞票我都收起来，也有钞票。对啊，这是铜板。对，原来要真厉害，这个是这样来的，很可爱吧？他5岁的时候在澳洲赚到他人生的第1桶金。哇，很可爱吧？贵嘞！是啊，这个对他人生的一个里程碑，还有对妈妈的那种起心动念，我觉得在那个阶段是一个还蛮有趣的肯定。我们都讲迄个冲量啊，跟我规提牌都系大部分家是刚过4年嘞，对一轰动是贵有才呢。就是会让他走这条。可是你
会去想说按摩按走路对，看你家庭。对，所以我就觉得后来就是完全尊重他的选择。结果很有趣，他回来他跟我说我不要从事音乐教学，他说我要当潜水教练，所以他回来他就真的变成了一个潜水教练啊。还有是啊。哇，对，他喜欢海。他说：“妈妈，我觉得海面下有很多特别的声音，比陆地上更好听，更美。所以你看，他就是一个从小就是对声音很有感知的孩子。韩国要给转系，哇，这很漂亮，很漂亮。这个海光之声很特别哈。海光之声呢，它是因为芦苇在奥地利念音乐学院，然后某一天呢，他很有趣，他跟我说。”妈妈，我的教授 Hofer 要帮我录音，要录巴哈，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我们是一个台湾人呢，教授主动说要帮他录，对，还真的就拿那个录音器到那个教室，然后我就说你有没有听错？结果教授跟他说，他弹的每一首巴哈，在他的耳里都像天使在唱歌。他说芦苇弹的巴哈是他听过最好的版本的巴哈，在他15岁以前，我让他大量的去感受故乡的海啊、风啊、文化啊、丰年祭啊、各种声音啊，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带着这种故乡的养分。那所以，即便他到了欧洲，他在接触这种新的领域、新的根本不是属于我们台湾东方人的一种音乐文化，但是他好像也能够没有畏惧，然后可以用他比较直觉的感受去诠释。喺美國會講故事吼，係難怪佢製作人做係啊，之前都係佢做英國會做嘅事情咯，嗬，家都係佢呢比如我哋睇架戲都對於嚟講有充有意義嘅素材，我感覺係睇台度沒有，等下都底起來嘅，好，我哋等下個都轉來。爸爸對我來講，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存在。我很多的做人做事，還有對世界的看法是來自於他。就是不管我年紀多小，他有時候就會在耳邊跟你說：“爸爸跟你講哦，我們做人要怎麼樣哦。”今天帶大家來的這個地方就是台北的後火車站。後火車站是我媽媽因為阿姑住在那個三重，那所以後火車站這邊有很多的公車會通往那個舊三重埔的地方。那媽媽又特別喜歡這裡有一些委託行，然後日本例如說有一些店家專門帶回來的一些比較精緻的餅乾啦、衣服啦，所以呢，只要到比較長的假日，我印象中那就會特別上來，把我們就約出來在這邊見面。這個地方啊，就是以前我們3個孩子都在台北，有的在求學，有的還在念補習班。然後媽媽呢就會趁着這個比較長的假期，特別從台東來台北看我們。那來就會約在候車站這個慶福大樓，在這邊碰面。那我媽媽那時候特別喜歡吃這種日本的這種，她就很喜歡這個，她特別就喜歡這邊的服飾，她覺得這個顏色啊，還有樣式都很新穎。然後特別喜歡吃一款餅乾，對，他都每次他只要來，他就一定會帶一桶那個日本進口的餅乾回去。然後對了，我媽媽就最愛這個咖啡，所以那時候他都交代我要回家之前要來候車站幫他買咖啡。我其實也很喜歡慶福大樓，因為媽媽逛衣服，然後我就特別喜歡那個有一些委託行他帶回來的小首飾啊，還有那種日本鉛筆啊、文具啊，所以這邊其實，在媽媽帶我們來的那個年代，其實是非常的熱鬧，而且店家開的很多，各式各樣的形態都有，所以都能夠滿足我們每一個想要的、喜歡的東西。小石，我要買飲料。Hello。那我這邊我上次聽你講說，你們有來自花蓮的，你媽媽自己做的什麼？你是哪一個？伯爵煎雞。啊，這個煎雞醬是。我們只要來後站等車，就是有時候我們來台北，然後辦事情等車要回家，有時間，我跟我女兒就會來這裡喝她的飲料。我特別喜歡有溫度的人事物，因
为我觉得有温度代表有灵魂。那像说小池这里，有时候我来，他会用花莲的蜂蜜，那他说那是来自他的家乡。一开始我们是这样认识的。那我也觉得说，一个人他在外面打拼，然后他的心里有家乡，所以用家里的食材，然后来做成好喝的饮品，然后跟都市的人对话。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有温度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台北后火车站对我来讲，它等于就是妈妈的怀抱。为什么？因为这边太多跟妈妈共同的回忆，包括穿梭在巷弄之间的那种快乐跟那种探索。所以，即便时代的更迭，它慢慢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样貌，但在我心目中，它其实还是四五十年前，可能再久都不会改变的容颜。现在做客慢点来聊，头都看到飞卷在台港去台北的 Health 茶站哈，这个就是我很少去的地方。真的吗？对啊，你去拿的那些零食，我都好想要买啊，是不是？我完全唔知呢，因為唔咩嗌我去嘅地方，係啊，唔都喺頭都影片裡邊有看到，唔都喺媽媽會帶你。對，沒感覺嘅時候，如頭都我們抽的嘅量嘅呀，我哋摸誒，因為媽媽對講嘅東西。感觉很讲究，没错。古总每一天会梳头养究，对，就是从小印象中，像妈妈也会化妆，然后也会在意穿着的品味。然后她有时候也会跟我分享，她说：“你看妈妈这个洋装走路在走的时候，然后你看，因为我还印象很深，有一次她在香港买了一个洋装，然后那个洋装你只要走，就好像有一个老虎，没有一个老虎就是一个具象的老虎在那个裙摆，对，就很漂亮，很雅，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咖啡跟米白的一件洋装，就像诸如此类。然后我讲那个奇妙哦，就是你会想到你晚些想要做的事情，如果很紧张可以做的事情，可是小时候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定义现在在做的事。是，没错。那个连结是怎么来的？应该是说，我永远记得我在外婆家，然后闻到下雨天的那个味道，还例如，然后还有那个舅妈那时候煮那个丝瓜，妈妈以前丝瓜不会煮面线，我那时候记得很小的时候在外婆家吃到舅妈用那个丝瓜煮面线，那在那种很传统的那个厨房里面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对，就像类似这种再日常不过的东西，可是很有趣，在我很小的心灵，就好像有很多很多的画面啊、宇宙啊，那好像从小就是一个可以写编剧的那种画面，就会一直一幕一幕的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你会提上来一个，就是男人会时常讲一个人对故乡的爱，你会提醒我，就是那个所谓对故乡的爱，其实就是那些 CC 跟港书融合在一起的，对，它不是一个很大的题。对，我觉得对故乡的爱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其实就是你就是生活在那里，你的阿公阿婆在那里，所以我们的根就是在那里。所以它是对我来讲，我写的其实就是我们家族4代人在成功镇这个渔港生根的一个故事。那这里面一定就会有再也平淡无奇的生活嘛。你看对马克世界可能是想讲，哪有同样的东西写出来，是创作出来，是我们台家第一，爱神中的的地方有一批拍，那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应该是说，我从很小的时候，我的国文程度就是最棒，我就很喜欢用文字去书写自己内心的感觉，这样。然后一直是到慢慢的，就是爸爸过世，然后妈妈过世，我开始意识到人要活在当下。我爸爸过世是30年前的事情。爸爸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我很多的做人做事，还有对世界的看法是来自于他。他不管你听得懂不懂，就是不管我年纪多小，他有时候就会在耳边跟你说：“爸爸跟你讲哦，我们做人要怎么样哦。”他就会这样子。然后你小时候有时候听一听也没感觉，但你越大越能够感受他讲的那个内容的重要。我觉得这个就是父亲吧，无形教我们的做人的智慧。那所以后来当爸爸先过世之后，然后妈妈也因为癌症过世，然后我的孩子也逐渐长大了，然后我也开始走向好像我爸爸看到我爸爸就是人生的那个50几岁的
一个巅峰的状态。哎，我好像不知不觉也来到了他离世的这个年纪。那我就会觉得很多事情就努力去做吧，就不要再等，让你身上累积这么多的感知，其实是应该要具体化，不然我觉得讲再多都没有用。你开始是用笔哈，用笔用写来实践，后来是用脚，带人大家，对，这种的开始的，带大家走。那是5年前吧，疫情开始，然后开始就很多国内的旅行业者，他们开始所谓的高端客人，没有办法到国外去旅游，那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去挖掘台湾岛内所谓的特别的故事，想要来服务他们的这些尊贵的客人。那就因为我们过去2012，后来到就是13年，我们就其实陆续就出了5张专辑跟1本料理书，然后这里面又有内容，所以有一些积累，更何况又有得奖的加持，这样，所以就很幸运的就被雄狮旅行社就找上了。然后当然这当中也有其他的旅行社，还有个人团体，还有像典藏杂志啊，他们就因为都会有他们的客人都是习惯阅读艺术跟文化的内容的这些客人，所以他们就来找我，开始去问我愿不愿意跟这些客人分享，就是这10几年来我在地方的观察，或者是我的音乐的想法之类的，就这样开启了我实际用脚去实践，带他们阅读我的故乡成功镇的这个事情，就这样开始。原来要过我琴吼，嘿。看讲讲法，看讲写的东西，真的就会找你哎哈，就会跟我讲，你要去成功，要怎么样看到成功很美的、很核心哈，很会讲的时候才真言。如果你要找对人，对哈，因为我觉得结构很重要，那个架构，所以因为东海岸不容易，为什么一直我去找过很多都没有针对这些地方写的书哦，是因为我们整个东海岸的点跟点、村庄跟村庄之间很远。然后你看，我们成功镇又很特别，它又有原住民，又有汉人，又有客家。汉人里面还有分绿岛，还有恒村，他们都是因为渔业来到了成功镇，所以这么多元的族群生长在这边。其实你要去真正的去把它提炼出来，然后让客人可以很清晰、很正确的去解读关于成功镇的人文的结构，其实那是一个要下功夫的过程。让人相信还有几多感受可以讲吼，原来了一下，原来都海团来除了继续讲菲律宾甘肃多的家乡以外，原来还要听下老师对于匹配印尼的料理，等下录底下嘛给耶，好，先杀茶。我就芦苇还在奥地利，我就说，芦苇，我想要帮这个郭大哥写一首，他不认识他了，因为已经断层很久。然后呢，我还就拿那个以前他唱修霸掌就影片，他还说妈妈这个人是谁？他声音怎么这么低？现在做客们原来了，今日来材料的是从菲律宾头头讲到以非常特别、鬼丰富的故事，都也个集团呢要讲下来是好了解吼，谈讲是非常特别的东西哦。原来像处理木本来呢，可能是马个对啊特别，这个应该不是主食吧？这个你要当主食也可以啊。真的吗？你们会当主食吗？呀，马个当零食啊，会啊，零食呀嘿，这很好吃。这个不是，这一看就知道不是市面上会有的形状。对，它不是。大概黑，现在好生猛，很不一样。某些都按的也还五福嘛，是鱼松，鱼脯、鱼松，五福会按的必须真的哈，因为这个第一个我们是用最新鲜的鬼头刀，那第二个因为我们是手炒，我自己手炒。这真的可以当零食哎，好好吃哦。因为早年其实渔村很多鱼的时候，家家户户的那个阿婆啦、妈妈啦，都会用最新鲜的鱼炒鱼松起来啊。为什么？因为加稀饭喂那个小朋友，有没有？或老人家，他就很营养。这真的是一般的客家人不会以为呢，因为我们都不靠海。对，没错。所以我也在《渔松收到美》这本书写到我阿婆。
就是一个不容易的客家人，他跟着先生来到了海边的小镇，然后他开始要去学渔村的料理，对吧？因为靠山吃山嘛，靠海吃海，所以我用这样的故事也去彰显就是客家女人的那种韧性。她要适应不容易，而且真的有一本书叫《渔松腐熟豆某》，渔松收到没？很特别的名字，亚个黑你给这个叫什么食谱书吗？一开始很多人以为它是料理书，后来因为我写了很多在当时每一道菜背后的故事，后来很多人又跟我说，它其实比较像是一种家乡思念的一种生活的延伸。侬为什么我做安提佩的书呢？因为那个时候爸爸妈妈过世，我不是跟他们跟爸爸的爱情做了一张专辑嘛，那我就觉得好像话还没讲完，所以我就又写了这个料理书去复刻这个阿婆跟妈妈的手路菜，然后这里面呢，因为我先生又很喜欢去钓鱼，我先生也是客家人，然后他都是那个钓到那个红尾东，然后每次就是红尾东，然后我就说你可不可以钓别的，然后他就说你不是喜欢吃吗？然后我就想一想，哎呀，这是他对我的一种爱的表现，因为他其实不爱吃鱼。那于是我就要把这个红尾东变成了一个童谣，而且用客家话。对，说对，红尾东来跳舞，莫林迪有没有？我自己写的童谣，就是用我先生钓的鱼，帮他写了一个童谣。对。哇，这个就是一本书，可是它是跟料理有很深的连接，因为料理是料理人的心，才有这些料理。亚鲁恩讲的是放大版，如何你去给它抄呀？对，是。因为阿婆跟妈妈都不在了，但对我来讲，从小喂养我长大的这些味道我很熟悉，那所以就对我来讲，它就是一种情感的反刍，所以我的创作都有这个意味在里面，所以感谢他们，所以让我健康长大，然后这些食物我觉得它还是必须被认识，所以我的孩子也吃得到妈妈的阿婆的味道的感觉。他讲又讲，你看没有讲，一般的渔夫可能用的唔要按企业不是那么新鲜的鱼，不一定啦，不一定会。你讲如何要用？对，因为新企业当然，第一个，因为我们就是住在成功镇，就是以海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小镇。那这些渔获量，尤其是鬼头刀，对我们成功镇来说，每一年洄游鱼类，它一定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它也带动了很多渔民的生计。所以它很新鲜嘛。那我觉得，靠海的人一定是用新鲜的鱼来炒鱼松。因为我们不是要卖出去，其实我们都是为了家人而做，一定是给家人最新鲜、最棒的味道。所以吃起来就是跟外面不一样。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就是为了要给孩子或者是老人家吃健康，所以我们不会过度的去用一些调味，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糖。那时候阿婆有问姑姑，她是说会用那个猪油去炒比较香，但是现在因为现在的人重视健康，所以我都用橄榄油。我希望就是又美味又健康。你这个好吃的，当然，或者是送给好朋友，我都希望是最纯真，然后最美的那种心意。还讲头都还没有讲到一个书名，这个书名其实也是爸爸信里面的。对，因为激发，就是因为我发觉爸爸在写给妈妈的情书里面，常常在尾巴的地方就会嘱咐说：“雨松收到，请回信。”就是会一直交代他，大概300封有200封在交代这件事，所以对我来讲，它应该就是一个爱情密码吧。所以那个鱼松等于就是当时的情书。因为他就会妈妈提屏东，对，龙泉，爸爸提台东，就会寄渔夫过去。对，他会，我看那个书信是他会去海边请朋友帮他买新鲜的鱼，然后再拿回来请那个我们的阿婆炒。所以我客家阿婆帮他儿子追女朋友，就炒好了，在我爸爸再把它邮寄出来，这样。我感觉都是唔可以去提这种爸爸妈妈以前的故事，然后促成你们有很深的连接，是又带下来带到唔同某嘢，对，给连接。哇，你们家的连接好深哦。因为对我来讲，
因为我喜欢文化，然后我也觉得地方，就刚刚提到我要做地方创生，我也要深知文化脉络的正确性的重要。那所以对我来讲，我既然知道这么多以前的过去，然后这些又是滋养我很重要的一个骨干，所以呢，我就是等于是把它在一个旧的一个历史的面向里面，让它长出新芽，然后能够接续给下一代。我想这应该是很多文化人基本上会去很自然的一种直觉的思考跟反应。韩国唔同某嘢叫他合作，因为人会一般讲请你而叫他做一件事情，对，是很困难的事。可是唔同某嘢唔会哦，你的合作按斗转系，你们是怎么工作啊？第一个，我觉得我女儿蛮欣赏我的，她常常跟别人说，跟妈妈说话很有趣。她说妈妈讲话很好笑，所以我就认为这个怪怪的小孩，第一个应该很多事情我有说服了她有欣赏我，所以当我跟她提说我们来做一个什么的时候，她不会抗拒，她会好像还蛮开心的跟我完成。那所以从第二张作品、第三张作品，像我们在秋叶与小九抽那一张作品里面，因为在爸爸的书信里面有提到，他有一阵子很喜欢养那个文鸟，然后都请我妈妈，就是如果有来台东，就是帮他买文鸟。有一阵子那时候的老人家好像有一阵子喜欢养那个什么麻雀啦、文鸟，有一张的公园很多，什么周年对对，我在书信看到。然后呢，因为那个书信里面也有讲到，爸爸就是某一天晚上就说他，因为那时候他都很早会去抓鱼苗去补贴家用，然后清晨出门，然后再赶快回来，再去镇公所上班。那时候因为在秋叶与小姐说这张专辑，我刚刚有讲到我是要歌咏爸爸跟妈妈，在这边一个年轻的眷侣，然后怎么样去养育我们下一代的这种故事。那我就想了很久，我就觉得应该要有一个声音来代表爸爸。后来我们就找到了郭金发，所以郭金发宝岛歌王郭金发大哥，他最后的声音是留给我们，就在我们的这张专辑里面。那时候我记得，我就芦苇还在奥地利，我就说，芦苇，我想要帮这个郭大哥写一首，他不认识他了，因为已经断层很久。然后呢，我还就拿那个以前他唱修霸掌就影片，他还说妈妈这个人是谁？他声音怎么这么低？他就这样。然后我就说他是谁谁谁，然后看完了以后，我说你赶快啦，你按照他的音域，妈妈需要这个阿伯帮我们唱，以代表阿公，因为我觉得他的那种感觉就很代表我父亲那个很有肩膀的长子的那种的很沉稳的感觉。那芦苇就为这个我们的宝岛歌王，就是郭大哥就写了这一首《小文鸟》，那歌词就是我填，旋律就是芦苇按照他的声音的音域去写的。那大哥真的有唱进来。哇，姑说，你看对你的某嘢按后上，已经20嘛？对。一bun但同样的连接，应该是会完全断掉的。是啊，如果以世代来讲，很多人应该都不太知道郭金发是谁，对吧？但是那时候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连接，那时候那个郭大哥说他很高兴可以跟我跟芦苇合作，他说好像3代又有了新的火花，他真的这样说哦。韩国不是讲过多年，因为我提一个场合，就是都是高中生的场合，有你们个。第7个阿公很多嘛个名诶名数，不到5个。对，所以这很可惜啊。对于这么重视文化的人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关注的。对，我们整个一个人一个地方，这些人文的色彩，如果你没有去把它完整的记录，或者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后面其实是无以为继啊。我觉得文化就会失根了。那我们客家人其实也很在意这个部分，对吧？所以才会有族谱嘛。刚刚没想过会离开成功哦。你说我吗？应该是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应该是这样说，就是我先生是在成功镇教书，所以我那时候的建立就是我的基地就是在成功，而且那时候妈妈还在，那做整个的生活的。婚后的前期都是在成功，那后来也是随着芦苇他到欧洲去念书之后，其实应该说我反而是一个到处飞的人，那我就会常常去，每年会到奥地利去，然后后来芦苇跟我们也很喜欢韩国，你看他也很喜欢韩国的流行音乐，那也喜欢日本，
所以其实我们一年这样往返的频率其实也我们也是世界到处去旅行的。不过最后都是回到成功。对，我认为这是我要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的先生也很喜欢成功，所以因为这样我也一定要再回来，不管我跑多远。那所以对我来讲，到外面旅行也好，或者学习什么，芦苇也一样。然后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可以把新的能量再带回来，去滋养自己的土地，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现在不管是以前到现在，对我来看都是最棒、最开心，也觉得是最有意义的事情。那我相信以后我们也还是一样。如果唔讲呢，你今天可以做如很晚上想要做的事情，感觉是很完美的生活呢。对对对，是，就是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兴趣，还有想要拥有的，例如说故乡跟你看还是有一些族亲都在在故乡嘛，还有朋友。那希望把故乡能够透过不一样的语汇，然后去把它传达给更多人，然后让它也有可能有国际化，跟国际的友人对话的一天的可能，就是等于把一个很平淡无奇的小镇，然后用自己的创意呀，不管是音乐或什么，然后让全世界都看到它。那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我最大的梦想，也在实现当中的一件事，就一直实践中对，就每天都不断在实践它。所以很开心，包括今天来上节目，我也觉得也是在传达这件事。系啊，系啊，你都会本人能嗰種能量吼，就是說人能可能看法真見提故鄉做屯腔啊事情，不都會獲得啟發哎。对，我觉得就是也要感謝，除了因为我觉得喜欢艺术的人，在那个大自然里面真的很容易比较安静下来，然后可以被启动很多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台东。虽然人家说它不是一个可以赚大钱的地方，但是它是很适合艺术家居住的地方。它有很多来自不一样的载体的启发人也是，然后大自然也一样。然后更何况100年前就有这么棒的汉人移居在这个海岸平原上，跟原住民相处，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探讨跟窥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100年的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台湾缩影的故事，然后就在我的故乡里面还在发生。今日非常感謝飛權帶來按精彩嘅故事。非常感謝多謝，還帶來按紅色的五福。我等一下要打包回家。要，真的可以当零食呢。对啊，以前感觉很以前那个小朋友放学，可能就会吃雅典美。或者妈妈就会卤那个青鱼，甜甜的，你就是做那个剥一剥就是。